今仔就甲同事下班的时阵去食一个暗顿。当然同事就有想讲，这无竞争力，家己甲伊心无啥物竞争力，嘛烦恼诚济，搁烦恼讲若其他同事拢要走家己是毋是嘛爱拍算？我著即摆无去想这因为有发现讲，拢是因为这烦恼的心情，互家己会想要逃避，逃到一个足安稳的所在。毋过呢，伫这安稳的所在，若是要安怎讲？嘛是有其他的问题就会产生，产生了后，就共款，搁开始感觉家己无竞争力，有诶无诶，就是我著甲同事讲，我甲伊讲，就是讲若讲去烦恼竞争力的问题，是烦恼白线。烦恼讲，这找公司是毋是无够有前途，无够会趁钱。过来就是烦恼，家己的英文无够好。搁烦恼讲，会晓的专业是毋是搁对无着时代？有诶无诶？若亲像我就是就是讲，时到时担当，无比较来煮番薯汤。我著想讲莫想遐济。若有拄着啥物代志，其实这嘛有可能是这神奇的家己做神的即个家己，互家己的一条路，带领家己去行一条路。咱拢用咱家己的智慧，咱家己的见识，搁有看这周围4箍人仔的同事安怎想，咱著不知不觉就是会参考咧。结果就是一直伫烦恼，毋过这烦恼嘛无一定会，嘛无的确会家己带到诚好的所在。就是伫倒位就会怨叹迄个所在。我就是采取信任的即个想法。即摆就是讲，较大胆，较敢讲开喙伫外口甲别人用台语来应话，别人听有听无，别人安怎想，我著凊彩，无想遐济。我相信讲，这一开始拢是会烦恼啦，烦恼这烦恼迄，毋过无开始练习啦。毋管是练习台语，讲台语、写台语、说台语即件代志，也是讲去练习讲去信任家己的人生的剧本是好好地写，毋是安尼生讲。咱定定就会习惯是讲，对家己的安排嘛无啥物较好的安排，无较好的主意，就看别人安怎做，就开始行遐对咧做。身躯边的同事换头路，家己嘛想要换，这就是一直无去改变的一个心情。拢一改，拢期待拢安尼。
若是讲较熟以后，就会开始怨叹抱怨，抱怨了，发现讲抱怨的即阵人，有人跳船啊，家己嘛心猫猫，就一直是行即种路线，就亲像讲大家华语讲甲真惯势，就开始想讲，若开喙讲台语啊，若讲较好就煞，讲无好就真正嘛麻烦啦。就别人可能听无，无会惊见笑，无嘛惊别人会抗议话无，嘛惊别人讲会安怎学白相。毋过咧，这就是一个试看觅，摕出勇气。摕出勇气，就是讲我着安尼做，无安尼训练，无安尼改变家己的思想，改变家己用台语去讲话，这叫沟通用台语来沟通。无开始安尼做，就变讲永远拢是着惯势的方式去过即摆生活，就会变讲每一工拢是甲昨一工拢无啥物差别。无勇气去做出改变，这改变啊，无的确是讲爱开始换头路啊，搬厝啊，这拢是有形的改变。毋过，这种改变是定定每一摆拢会惯使用同一种方式来去处理家己的不满意，家己的忧愁，家己的惊吓。即摆换做一种方式，就是去信任，去换一个方式，去认同家己。其实，咱就是讲，每一个人拢足认同家己啊，也无要认同啥物。毋过，有可能大家拢无信任家己，嘛无认同家己，才会定定感觉讲，家己受着委屈。家己若毋是啥物人安怎，家己就袂安怎搁安怎。若信任家己，就会知影讲，若我想要安怎做，是无人会当动的。我嘛想着讲，进前就做想要对这工课上这公司的工课，拢做主动的，有时阵主动甲搁会甲人得失着。亲像讲，有时阵就惊讲，公司的产品会讲这网络无顺无，因为伫厝就感觉讲，哪会等遐久，等久就挡袂牢。无就是做用心去看讲公司的产品有啥物欠点，搁做主动去报。即摆想想诶，其实迄个时阵做热心是真好诶代志。只是讲即摆就会想讲安尼做嘛，毋是我即摆诶目标。即摆目标嘛，毋是讲要去甲公司诶代志处理甲真好，因为公司诶代志拢是做一个人斗阵做，变讲你真主动，毋过有可能别个人就袂惯势，有诶无诶。毋过咧，若讲去学台语、讲台语，这就是家己诶代志。无人会当动，而且嘛无需要别人的认同。即摆是
嘛是会放讲，别人会讲，台语哪会讲遐好？啊，当然即马是较无人会安尼讲啦，伊就是拄仔伫学。啊，若讲学这算韩班，抑是讲无韩班，这其实拢足歹讲诶。即个每一人状况无共，上重要诶就是家己爱认同家己。这听起来无困难，毋过咱诶心就是长期以来拢是好认家己较济，嫌家己较济。即摆变换做讲，家己做啥物拢信任家己，信任讲我即摆袂憨班啊。虽然讲哪会阁无人学落，毋过咧，就是无需要，就是讲，得到诶物件毋是讲就是台语讲啊诚好安尼就无啊。就是讲伫学习台语诶过程中间，就会看着讲有人是斗相共诶，有人是甲你干涉诶，有人是甲你闹开诶。重要诶其实是即个过程，只是讲，即摆诶想法思想拢是目标，想着诶拢是爱较紧成功有成就，就亲像讲，大家伫读册，想诶毋是讲我读册学着啥物物件，大家拢做惯势，就讲你考着啥物，考着啥物公司，考着啥物公务人员，考着啥物证照，无就是考着啥物好诶学校，变成大家拢是安尼定扣扣诶想法。这定扣扣诶想法会使家己需要去甲手，就是需要家己去掠一个认同诶即个成就爱看会着诶，家己较会想讲安尼较无了。我就会去，若有人嫌讲我台语是毋是甲别人无共款啊？有即个腔口啊，我就会掠讲，想讲我着开遐济钱去学啊，开遐济时间啊。我需要去想诶是讲，为怎样我会安尼想，会安尼讲？我讲出来诶话，实在就是反映我诶想法。重点毋是讲这个人够白白诶，遐白白诶人哪会阁会当做服务业有诶无诶？今仔这人无讲，嘛有别人会讲啦。这讲这无啥，重点是讲，我会反映，我会反映我，我一开始讲第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就是藏伫心内，认为上重要诶一个资讯。我就是会惊讲，我若安尼学台语讲台语，结果讲出来也是替人嫌。替人嫌的话，毋是着甲一开始安尼拢无去学，就讲话拢受着华语影响。到我即马开时间去学，结果嘛是替人口说啊，替人去问东问西。是毋是讲即个过程是白了工？我就有发现讲，我上烦恼诶，就是付出，结果
是白了工的。这原因就是讲，我无去认同家己。我认为讲，就是爱讲较做顺的，就亲像讲，学英文的人，希望讲家己讲英文，就像外国人安尼讲较顺，安尼就感觉足满意的。就是一直伫看这结果。毋过学英文的过程中间，有可能伊会学着其他的物件，而且，伊嘛是有累积。只是讲，若毋是讲英文讲较足顺，就认为讲家己失败啊，学无成功啊，放弃啊。这就是咱对学习的一种足定酷酷的想法。我即摆嘛是，我即摆就是认为台语啊，就是爱讲甲，互大家拢无话讲。这无话讲呢，就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有诚济人啊，就伫外口做代志、做人，就是想要讲，互你拢无话讲。我拢无对不起别人。若是别人能力较歹，能力差、能力无够好，甲我拖累，还是别人对我无起，毋过我就互别人拢无话讲。这嘛是即摆社会大家拢做惯势的一种想法。其实啊，我若去学，毋管是学啥，若讲今仔学电脑、学程序，我就会当接受哦。所以讲我伫学程序的时阵，我是较放轻松的。我就想讲，有学着这个，这学着这个，其实对工课上是有帮助的。加听一种，就会当改善，会当会当有学着学几步七啦，安尼拢用会着。毋过对学这台语啊，学啥物物件，我就毋是安尼想。虽然讲我知影的词嘛变济啊，而且嘛知影讲基本的发音，正确的喙型，我阁知影字根，阁有字尖，下唇，阁有后读，我拢知影这啊。这我相信一寡讲你台语怪怪，你倒位人？你客人无？会讲遮的人，其实伊是毋知影有即种原理的。毋过咧，咱就是会因为别人讲别人嫌，就开始怀疑家己。若是讲我会生气，见笑转生气，感觉足见笑。听人安尼讲，等生气，就开始足无欢喜，是因为我对家己无够信任。我认为讲，会晓这嘛无啥，会晓这嘛是替人起笑啊，会晓这阁算啥？我认为无算啥。我看袂着我伫做即寡代志的价值伫倒位。我想这就是我拄着的问题，看袂着家己做这项代志、迄项代志，阁有家己的价值。我应该是爱去找着，而且呢，我做一项代志，就爱开始认为讲，这做有价值的。若讲我无来做，嘛无人来做啊，就全世界、全地球，
就欠我一个人来做。这想法真好，就是爱为即个目标去向前行。毋是讲像讲用台语讲台语的人嘛遐济，小满开补欠我一个人，这就是无想要找，嘛无认为家己真有价值。伫即个社会，爱生存真好，其实是找着家己的价值。毋过即件代志拢无人甲咱教，咱敢若看着讲，这人有背景啊，伊阿公会家己栽培啊。台语虽然讲较无好势，有人会家己教，佫会家己安排一个位置啊，以后会当去选举啊，有诶无。咱就是会去看着别人，毋过咧，别人安怎，其实甲家己是无啥物牵连的。上重要的就是靠家己去看清楚家己，找着家己的价值，肯定家己。即个功夫爱好好学，大家拢无去学，大家拢去学讲英文啊，去学讲面试的考试，去训练啊。毋过训练搁较济，嘛有可能有失败时阵。训练搁较济，嘛有对家己做对家己拢感觉无安全感的时阵，拢会有啊。上重要的就是讲，家己做啥，都有法度找着家己做这代志，做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开始训练、开始转变的思想。就是安尼。